大家好啊，我係番茄啊。自從政府喺2012年修訂建築物條例，推行強制驗樓驗窗開始，香港各區嘅屋苑、屋邨陸續都爆出圍標、天價維修嘅問題。呢個情況唔止出現喺租置盤，其他私人屋苑一樣中招。站喺業主角度嚟講，工程嘅嘢有幾多個業主都會識啊？可能連政府部門都未必可以對所有工程細節一清二楚，因為範疇太大啦。問題唔係喺制度本身有錯嘅，而係當冇人監察，制度就好容易俾人利用。喺好多屋苑，真正關心自己嘅家園嘅業主唔多，企出嚟反對唔合理價錢嘅人都係得少數人。因為業主大會早已經係俾授權書長期操控而決，呢個過程可能唔係1年2年，而係10幾年慢慢形成嘅利益結構。就雲福苑悲痛火災之後，政府將會喺下半年再修訂個建築物條例，於是有啲法團突然好積極推大維修項目，8號花園夾30萬，西灣河麗景灣又話夾55萬，真係好黐線啊！目的係只有一個，想避開新修例。業主喺呢個時候一定要睇實個荷包。以下有3大金句要記住啊。第一，出席業主大會。第二，唔好再亂簽授權書。第三，唔好再話唔關我事，我唔理。21世紀下一代係有學識、有思考能力嘅。父母辛苦供一層樓，為嘅只係一個安定居所。當大維修一嚟，你哋一樣要同父母找數。所以唔好再話唔關我事。整乜嘢係乜嘢大維修必須嘅項目裏邊嘅清單，價錢係合唔合理，你哋一定要去關心。不過有啲法團係極度封閉嘅，管委會掌權幾十年，權力早已私人化，根本就唔會聽業主嘅意見。可能大家都會問，當初佢哋點樣入法團？其實呢班人係有一啲背景嘅人士推上去嘅。大家諗下有咩背景人士呢？喺呢度我唔方便講啦，留翻你哋諗下。呢班人入咗法團之後，佢哋本身已經係有委員㗎啦嘛，佢哋仲要俾一個名銜嗰個背景人士擔任法團顧問。你哋唔好以為嗰個法團顧問識管理法團啊，識好多嘢啊。實際上呢啲就係權力結構入邊嘅一部分，亦都會有人利用法團嘅身份鞏固自己嘅公職地位，或者作為佢哋對外宣傳嘅平台，方便周圍揾利益啊、揾着數啊，咁就利用咗20-30年。而家業主想改變封閉式嘅管委會，就要行出嚟推翻法團，而往往正正行到呢一步，就令到一啲好關注嘅業主行條路好辛苦。想換管委會真係唔容易。當有新人想參選，往往就係唔知個規則點樣，策略係點樣行，喺唔公平嘅競爭下，困難重重，就係想啲參選人知難而退，用各種手法阻礙新參選人，挑難同埋抹黑佢哋。例如啦，唔准佢哋入信箱啊，又話唔准佢哋喺屋邨屋苑度做宣傳啊。喂，人哋係呼籲業主出席大會啊，都話人哋搞事，係咪好諷刺啊？大家都係持份者，邊度有條規矩話唔准啊？呢啲就係一啲封閉嘅法團嘅慣常手法。一般封閉嘅法團嘅手法，佢哋會點樣做？例如派下月餅啊，訂10幾圍免費下午茶啊，歌舞升平，表面係聯誼啊，實際係為授權書鋪路。佢哋又會向管理公司施壓，再向保安清潔，就話如果依班新法團上咗任之後咧，就一定炒晒你哋。結果係點？因為有人要保住個飯碗咯，選擇咗企埋佢哋嗰邊，幫佢哋收授權書。近呢2-3年，有啲屋邨屋苑有新變化，多咗仔女關心父母嘅荷包，願意出嚟幫手協助新參選人。但係都有唔少嘅失敗個案。點解啊？因為業主唔齊心出席業主大會咯。佢哋就話
係少我一票啫嘛，唔緊要啦，等其他人去。但係喺344個制度裏邊，業權份數你輸咗嗰0.5%都係輸嘅。咁又有人話後生同埋新人識做法團咩？我又想反問，封閉法團有幾多人識做法團啊？佢哋呢班人只不過覺得做咗法團會好威，又或者可能方便做對自己有利益嘅嘢。我喺呢度就唔多講啦，留翻俾大家諗下。講真啦，邊個人會識做法團呢一樣嘢啊？連學校啊都唔會話有呢一科叫做業主立案法團啦，而係政府推出嚟係想啲業主管理自己物業，但佢哋又估唔到會產生咁多利益架構嘅問題。而家全港咁多屋苑同時做大維修，一個工程閒閒地都做2-3年，但係工人又青黃不接嘅情況之下，邊度有可能應付到咁多工程？結果係點啊？工程延誤啦，價錢再升啦，影響民生環境，業主再夾錢喺度。相信呢，有啲封閉嘅法團呢，趕住上馬呢，避開呢個新修訂，咁又會捉一啲老人家嘅心理啦，就話喂，快啲啦，我哋要趕住嗰個資助計劃就快嚟截止㗎啦咁樣。其實喺呢一方面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。你雖然話係有啲咩資助，但係喺承辦商裏邊一定計算埋喺個成本裏邊㗎，變相根本就冇資助過，反而其他業主可能就要夾多咗錢。呢個時候，業主想改變存在咗20-30年私人化嘅法團，你哋一定要企出嚟參選法團，同埋業主亦都係要親身出席業主大會，授權書先至唔可以控制大局。長氣都喺呢度要講多次啊！記住，家園從來唔係人哋幫你哋手㗎，係你哋自己要親身企出嚟，先至可以有選擇、有改變嘅。大家好啊，我係番茄啊，今日就嚟到呢度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，歡迎大家留言討論，我哋下集見。